哎。 红方选手身高1.76米，场上裁判刘大亮。比赛现在开始。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广西王者荣耀。然后后方是阿斯克拜，在我们的 KG 是3战3胜。啊，他的经纪人张勇说啊，这一次要给他难一点挑战，就派了这个 UFC 的高手来。那 UFC 的这位海登。 他之前在打 UFC 之前是不败之身啊，进了 UFC 之后啊，没办法，那怪物太多了，他只好被释放出来了，因为在里面是打不赢人家的啊。后来到了泰国去当教练。那我们这位阿斯克拜一开始啊就有点危险啊，被控制住了。但是呢，看阿斯克拜，因为阿斯克拜啊，在不久之前刚 赢了一位巴西柔术的黑带，相当厉害，所以对的。阿斯克拜在抡拳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抡拳头部要保护。哦，海登中了几记拳，海登有点控制不住了。现在海登吃不了阿斯克拜的拳，把阿斯克拜带到地面。 但是呢，其实阿斯克拜在地面的柔术的防御技术不错，因为上次柔术黑带都拿了没辙哦。那现在我们来看啊，来自于 UFC 的这个海登的柔术啊，是不是有比较厉害的地方呢？啊，地面的肘，阿斯克拜想做夏威的三角锁跟十字固，但是呢转不成，对方知道他要干嘛。 都是非常有经验，是，这是一上来两个人就是针锋相对。对，本来这个我们的汤米海登他已经休息一阵子了，因为本来这场比赛排他徒弟来打的，徒弟受伤了，师傅自己来了。好，我们的阿斯克拜想做夏威的锁击，但是被拿到了背，被过腿拿到背，要注意一下，如果被翻过去之后就会裸脚，不能让他翻过去。 翻过去之后，也是在看，翻过去就很危险了。对，翻过去很危险，因为乌龟啊，乌龟朝天就危险了嘛。啊，这个肘垂直朝这个耳朵旁边的下去。阿斯克拜现在下巴缩紧，不能让他切到气管。但是呢，阿斯克拜这个位置是真的蛮劣势的，很危险。那我们时间不知道这一回合还剩下多少。 看着，现在看不到时间。对我们幸运之神是不是有没有眷顾我们阿斯克拜呢？阿斯克拜的教练也很着急呀、是。但是呢，这个汤米海登也很心急，他也想找到比较好的控制的点。哎呀，糟糕，要被翻过去了！哎，被翻过去。那我们现在阿斯克拜在看。 大家看怎么去找到挣脱，怎么翻身。1分50多秒。翻了身之后，阿斯克拜面对海登就没事，如果背对海登就有事，要注意一下，有点切到了。
切的有点深，已经单手扣住了这个肩颈、肩胛骨的部分。单手扣就危险不是那么大，是吧？单手扣，他准备第二手要进去了。哦。现在还没有脱离险境。阿斯克拜必须赶快翻身呐！阿斯克拜虽然力量很大，但是在这个位置他也很尴尬。还有1分是07秒，对，时间还很久啊。对于这个阿斯克拜来说是度日如年。对，确实是一直是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对，因为在这样的一个位置，裁判不会把他们两个拉起来。对，因为现在是对这个海登是非常有利的。对，对海登非常有利。因为随时一个不小心就会被裸脚了。对，40秒，还有39秒，应该要撑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是应该说美国选手这位海登呢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降服住这个，他只能东敲敲西打打，然后看分散阿斯克拜的注意力。对，20秒，对，因为这个很激烈，看起来没有很大的动作，但是非常的激烈啊，一不小心就被降服了。哦，还10秒，大家都来帮忙数了，撑过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哇，现场的观众非常的团结，时间到。那我们这个美国选手汤米海登，他在迈阿密大学念书的时候就练拳击的，所以他的拳跟步伐都还是不错的。然后他擅长摔跤，所以注意一下。啊，被摔，糟糕！阿斯克拜丢了位置。这个一瞬间呢，就被我们的美国选手给切进来了。对。就是看来这美国选手海登比较擅长这个地面作战。是，尤其啊，他在 UFC 有那么丰富的经验啊。对，相信可能对阿斯克拜会造成蛮大的威胁。那阿斯克拜仗着他的力量大，年轻。那现在两位现在采取都是反架。那阿斯克拜想打站立，其实他又不是特别擅长。你看你的抡拳，其实还要加强一下。那我们这个背后啊，有这个流行我们的那个拔罐，拔了很多罐。好，现在拿到了南北位，好，抢到了背，糟糕，再度要进行背后裸脚了。时间还剩下3分多钟啊，又是很难熬的一回合。就是到了地面，就肯定是美国选手海登就是有优势。对，虽然说上次我们的阿斯克拜打赢了巴西柔术的黑带，但是呢，我们这位海登看起来比巴西柔术黑带更厉害。对。好，现在还是在他的背后，跟这个背后灵一样啊，这个紧缠不放啊。两只这个 butterfly 啊，两只脚都插进去了。这样我们的阿斯克拜已经完全被控制了。那唯一的希望就是到第二回合，大家出汗出多一点，会滑一点。看阿斯克拜能不能滑翻身。对，让海登不好控制。对。可现在看起来双方身上都蛮干的，没有流太多汗。好，现在阿斯克拜要翻，结果呢，这个美国选手跟着他一起翻，对，他就没招了。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好，又滑到了齐身位。好，现在看阿斯克拜，哎呀，又被甩了。这体力消耗非常大呀。是。然后阿斯克拜会不会玩站立的？哎呀，还没调整好体力，我们海登继续进攻。这海登啊，真的是经验非常老道。对。这海登啊，真的是经验非常老道。对。趁你。上。Winner is blue corner, Tommy Hayden from America. 有请颁奖嘉宾，来自